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豬蝦旅遊。咁咧，今日咧就同大家開箱巴黎第15區咧，我哋租咗邊一類型嘅 Airbnb 嘅住宿啦。咁大家可以先入嚟我哋呢間房間。咁見到啦，房間嗰個主調咧，嗰個襯色咧，最主要係一啲灰白色啦，同埋粉紅色。咁配上一張即係 size 都唔細嘅一個King size 嘅 bed 啦，咁咧基本上俾人感覺就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咁我哋首先睇下落塵區呢度啦。咁呢一度咧就可以掛即係我自己嗰件韓國買嘅大褸啦。然之後呢一度有一塊直身鏡，咁就俾大家出門之前咧咁啊稍為整理一下自己嘅儀容啦、裝束啦，非常之好嘅。然之後我哋打開呢一度，表面設計非常之簡約嘅櫃。咁我哋咧其實就望到呢一度咧有好多空格啦，咁就可能俾人去擺一啲手袋啊，或者隨身嘅背包等等啦。咁佢咧亦都有提供一啲衣架俾我哋使用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哋自己都有帶自己嘅衣架。接下落嚟，我哋就會睇下呢一個即係浴室嘅部分啦。咁首先睇下啦，喺呢一間房嘅設計咧，可以望過嚟呢一邊啦。咁咧佢嘅洗手間同埋我哋會講到嘅浴室咧，係分開兩間獨立嘅房間嘅。咁當然啦，我第一樣諗到嘅嘢就係可能嗰個空氣流通就未必咁好啦，因為其實就冇一個抽氣嘅設施嘅。咁然之後我哋再望過嚟呢一度啦。呢一邊係啦，即係燈火通明啦，咁基本上可以俾到人一種即係煥然一新嘅感覺啦，同埋咧喺度沖涼嘅時候咧都會比較醒神啲嘅。咁我哋見到啦，呢一度用嘅玻璃幕門設計咧，就可以防止啲水咧就喺呢一度咁樣滲出個廳嘅範圍啦。然之後個私隱度亦都會即係感覺會高少少啦。咁跟住我哋望到呢一度有一個頂頭嘅花灑，咁就方便人去沖洗全身啦。咁佢用嘅一啲即係梳洗嘅用品啦，都係一啲名牌嚟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個人咧，我覺得呢一個即係淋浴間啊，甚至乎洗手盆嘅設計咧，佢配搭非常之和諧啦，有一種木系嘅氛圍。咁我個人會係俾幾高分嘅。好，然之後我哋嚟到呢一度啦。咁咧唔知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，會用啲乜嘢嚟保障自己安全咧？咁其實咧，除咗用 NordVPN 之外咧，大家如果驚法國巴黎，OK，有啲地方可能治安冇咁好嘅話，咁點算好？一齊嚟望下呢一邊啦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唔係買緊廣告，而係俾大家望下，其實 even 我哋 Airbnb 咧都有呢一種咧，我哋會叫咩咧？就係一種安全屋嘅設計啦。顧名思義，其實只要簡單撳一粒掣咧，咁原本呢一度冇遮冇擋嘅窗咧，瞬間就會落咗一道閘，然之後就保障翻外面同埋我哋呢度咧係分隔開，係睇唔到我哋入面嘅情況，亦都應該冇可能係可以爆格入嚟偷嘢㗎。咁我哋望翻呢一邊啦，呢一度呢個 area 啦，咁除咗可以俾我哋去做一啲工作啊或者用膳之外咧，同時間有部 LG 電視，咁我哋測試一下啦。咁同樣地，佢嘅設計咧就同香港嗰啲基本上一模一樣噶啦，可以睇 Netflix 啊、Disney Plus 啊、Amazon 等等啦，非常之好嘅。OK，咁我哋再睇下呢一邊啦，即係身為一間叫做合格水準以上嘅 Airbnb，我哋要啲咩元素咧？可以自己煮嘢食啦。咁其中呢一度就有一個微波爐，咁就俾大家可以喺超市嗰度買啲嘢食翻嚟去叮熱佢啦。然之後亦都有一個小型嘅電磁爐啦，係啦。咁雖然今次咧我哋就唔會用佢噶啦，咁但係都係叫做介紹翻個設施，咁其實俾人知道咧嚟呢一個 Airbnb 住咧都可以有呢一類型嘅服務噶。咁個洗手台咧係啦，就唔算特別大啦，呢啲基本配置。咁我哋望下下面有啲咩驚喜咯喎，係啦。咁對比起酒店嚟講啦，其實呢一個雪櫃咧，佢嗰個 size 算係比較大噶啦。你見到可以擺到幾層唔同嘅嘢食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係 for 啲喺度
即係留耐幾日，或者係啦，你想喺超市買嘢食嘅朋友仔嚟講咧，咁你就可以買多啲唔同嘅蔬菜啊、肉類啊，甚至乎奶類咧喺度做一個妥善嘅保存啦。呢個時候我哋望埋啦，上面咧咁呢度唔逐個攞啦，咁但係基本上一啲 pan 啊，甚至乎一啲即係俾人整甜品啊嘅用品砧板咧，亦都係有提供嘅。咁呢一度啦，餐具亦都非常之齊全啦，有基本嘅調味料，亦都有一啲玻璃杯啊、水杯啊等等，咁就可能係俾幾個人一齊住嘅時候咧，即係或者係即係出面同其他朋友一齊聚會嘅時候咧，都可以使用到㗎。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方便嘅。係啦，咁所以最後講翻成間房間嘅觀感嚟講啦，咁其實我個人覺得咧，即係喺15區住，咁我哋又唔想經常淨係住一啲貴價酒店，想體驗一下一啲地道可能法國人佢本身嘅生活嘅時候咧，咁其實住 Airbnb 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至於治安問題啦，咁其實咧呢一度嘅主人啦，即係佢亦都會提供3種唔同嘅密碼。咁就俾我哋啲住客咧，係即係入嚟嘅時候保障翻大家係安全嘅。咁首先我哋出面條街嗰度啦，入嚟呢一棟大樓，咁就有一個門口嘅密碼。然之後入嚟呢一層嘅時候咧，就有第2個密碼。然後最尾好似頭先我哋影片開頭咁講啦，入嚟呢一間房間嘅時候咧，就有第3種嘅密碼。咁再加埋呢一個安全閘嘅設計咧，咁其實我覺得咧，治安方面咧，大家真係唔需要擔心嘅。係啦，咁所以講翻房間嘅本身啦，咁我覺得以2個人或者係啦3個人嚟講咧，咁呢一類型嘅 Airbnb 咧，其實都係值得大家考慮嘅。咁因為始終旅行嘅時候住宿方面嘅開支咧，我相信呢一個都係大家所擔憂嘅一個問題嚟嘅。咁如果喺一個舒適嘅環境住得即係價廉物美之餘，亦都可以令自己放鬆身心，有一個好嘅旅遊生活嘅話咧，咁我相信大家應該會更加願意，無論嚟歐洲或者淨係嚟法國嘅話咧，都會考慮多啲嚟 Airbnb 住啦。咁去到呢一度咧，10分嚟講，咁我會俾呢一間房間8分啦，係啦。咁因為無論佢房間嘅配置又好啊，或者佢距離其實巴黎鐵塔嗰啲熱門景點咧，都係20分鐘左右嘅步程啦，跟住交通又方便啦，可以搭 metro 啊，搭巴士去唔同嘅地方，例如話凱旋門啊，係啦，購物大道等等啦。咁加上呢一度嘅主人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友善嘅。咁佢亦都應承咗我哋 check out 嘅時候咧，亦都會幫我哋即係保管一啲行李等等啦。咁基於種種以上嘅因素，10分入面咧8分咧係一個中肯嘅分數嚟㗎。咁睇到呢一度啦，如果大家鍾意我哋拍多啲呢一類型嘅開箱影片咧，不妨記得 like and share，訂閱我哋豬蝦旅遊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